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入发太上宫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涂思忠啊，中國強係老後生人打在鼓樓啲兩個時台，大家好，無限其實幾日落8點鐘過後，下班啊兩日，咩活到碰定嗬，無上嘅天堂，故作有啲人要強背啲，變到當太橋，兩個時節做運動就變到當重要咯。疫情過後，有千多人當下啲屋卡度來運動，打開數據咩看到，當到沙圈人哋按到명房開身材按好，看下自己。朋友按到用家實看唔得啦，今日邀請到6個後生人，老大家向下來討論一下，佢哋都做了哪條運動，眾上歡迎。首先，老大家手機都係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唔是運動美洲隊維持38公斤嘅阿子怡。因為你是嚟38，好嘞，剛才嘛嘅競選舞曲，我想去彈好冇？好，聽呢首啦，首歌就係8強。講到競選就係講愛咧，因為我唔係民進黨，我唔係國民黨，我係魅力無法擋嘅中8強。好，你去一下東線8強。你個黨可能等一下就會小提起哈，等下來搞到他講做嘛嘅頭白嘅小鮮肉，然後變做大肥肉。肥肉。第3道啦，首歌就係阿應子。大家好，我係你上到睇電影下，我說唔是係去健身房嘅應徵。做乜嘅咧？因為我嚇到驚，他去搞咩嚇到哦，因為按電影下小白兔怎麼會來健身房？看唔到，跟那東西會看到啦，完全看唔到。跟20號卡起來，哎呦，順風有一隻頭拿到第二片，會卡死哈。第4道啦，稍微就後先。大家好，我係5號運動睇貴姓啱切切嘅後選啊。哎呦，前幾日運動過後出汗出到啱夾哎呦，真件嗬，當定人跟順風等下面一下就跌嗬。第5道啦，首歌都係嘉寧。大家好，我係最後用米嘅技術上上級高調嘅嘉寧。哎呦，看倒條旗哈，你做得倒條旗咁真件做得超，我等下來問一下嘉寧，超你幾公斤哈？最尾啦，首歌就阿 V。大家好，我係打空手運動嘅 V。你下當時行用空手運動嘛，用徒手運動嘛，徒手健身嘅概念。咁過嚟建議咧，國民健康署嘛建議大家吼最少當日可以運動8點鐘。哦，那有很多時間。你中333啊？333那個只是教育部體育署給大家的最基本，基本的門檻。你係好運動嘅人麼？阿子怡。8點鐘起來咧。以前真係有就當然有運動，不過一下真係就看冇啦，講實在話。不過其實你硬對運動嘅中醫就係算有點一般，因為其實我當中醫處喺運動嘅過程當中，我係非常嘅享受，汗流滿咯，啊非常嘅散嘛。不過從一下真係我想起來愛運動。就會有點難事，你知冇？像嗰陣時做學生嘅時節啦，就想我愛減皮，嗰時候就會運動。嗰陣時又冇錢，嗰時候我當認真當上嘛，我就貼片啲網絡當中看 YouTube 樣片。哦。睇那人認真做運動，嗰陣時很切㗎練都有按有2條線哦。2條線。一下冇。一下那個6國統一嘅係冇。一下平，係平行線。唔過你後來都會開始上班過後呢，有一些嘅錢咧，有按用嘅經濟能力咧。做醫美。冇，捱老啲冇聽呀，佢真係醫美小房子。小房子。捱又買係捱就真係有去健身房、認真同欣賞去運動啊、boxing啊，還有皮拉提斯。皮拉提斯太貴咧，還買唔起。周青都會大空數重的運動，就是可能重量訓練啊，要用嘅運動啦。後來呢，我又變成嘅自由工作者，又難使運動，因為自由工作者公司才發正營時間就冇辦法按固定，因為今天可能我上班，我就會大禮拜固定，拜2還有拜4運動。後來自由工作者就懂得固定運動，從前一步我就一下發現，我一向都冇運動，真係都唔空間都唔好誒，我就夾去嘅健身房啊，去買個點數。
係買個點數來運動，後來我個點數用太高向嘅，我又冇運動咧。嘅後生，你從細到啲下就保持運動嘅習慣麼？其實我細時節係學校嘅腳球隊嘅，所以當年全部都喺運動，係飲酒啦，冇該上冇走嘅時節啦，我講啊，係正經，所以我講嘅動腦嘅貴姓飲所生嘅係飲夾夾啊，動潮婦嗰啲，咁個到大學畢業到一下去社會做事，正經攞去講嘅強弱，冇埋時間去運動。跳板運動兩件事情係都輕鬆嘅事情，你可能上課啊，冇事有閒嘅時間是會去運動。咁個兩下會搞那個鬼抓人啊，係啊，就講正經嘅，用嘅時間啲沙氣啲會未搞，係啊，仲話潮出未搞，轉移是會慢嘅，搞到當潮婦嘅。咁個兩下啲社會做時候，我哋工作見到見到啦，下班見到見暗啦，所以盡到喎，我時常係休息，正經冇上係聽通啦。還有喎，跳板嘅未係上過唔做唔得，我是有一個朋友嘅潮人，兩三橋下去健身房。哦，該是哦，正經當然真係運動哦，三五時時呢個項目，冇成機會唱呢個項目，結果咧幾後咧是出軌咧。出軌以後，你是摸判咧，其實條愛以上嘅啲兩片，我是摸判咧，摸判我是難死去咧，所以我感覺唔係咁運動，係冇強下運動嘅朋友，所以大家愛運動係親愛度咯。係啦，經驗有研究講嗬，運動嘅時節，假使要判，你做得提醒咧運動嘅痛點，白欠天朝啲下摸判，就會按用嘅。你都冇朋友啊？我講到朋友，我老睇一個，你大學嘅時節咯，先看下相片好來，你按照中白欠哦，你咩睇聲音哦？哎呦，一年來發什麼嘅事情？來老睇下個先講一下，我問你教一下，你經驗你發生按解雇嘅事情，有冇變長咗2倍哦？然後睇下講，該東西還蠻就修圖嘅功能哦，有真實嘅相片哦。大學嘅時節咯，我有參加過，上次是不是分享過啊？籃球隊，西南籃咩？西南籃。愛上心有哈，而家也有啦。因為系隊嘅練習嘅次數真係下多啊，而家禮拜哦最少會練200，就訓練最少哦。韓國加上咧自家自主訓練啊，咁講還有自家去潛信風啊，因為聽定培生應該係熟圖啊，然後用班嘅技術啊，所以哦該自主嘅潛信風訓練咪就挺久啊，還有該種應該咪去參加正大的游泳館，因為加入那種年度會費哦，就差不多年費搞落去，所以當年就重訓啊，又抽水啊，還有打籃球啊，哦，該種是真嘅係社氣牛嘅。跟人家下嘅沙期個人年費那邊按到錢，你冇去抽水。哦，抽水哦。而家他係古董啦，人家出錢。我現在怕水，降水。冇啦，係因為那最近人取到該這種回不過去的啦。對啊，你看他修圖都想要修成這樣，他修不出來這樣呢。哎呀，蛋長款的，這個小面說，哦，好帥，很帥呢。今天呢，動然到你好像變到用加油啦！魅力無法擋在哪裡？哎，對，政黨再宣傳一下，魅力無法擋起來，記去一下，這好中白票。你少來了哈 ，OK。不如來講一下，你自己係好運動嘅，你冇你好做哪啲運動？其實我有運動嘅習慣，係因為我知道自己超強嘅，所以我想去運動，我特別會做40到100下嘅撐體鐵。伏地挺身。那韓國有，跟你講翻咩啦？伏地挺身，叫我按慢就做。因為它還有我最好嘅運動係游水，一天游水都好高，好舒爽。那我最鬧嘅運動其實係練腳，就係慢慢，特別都會吃到腳都翹入嘅，腳動身。幾隻人就係軟太太，你講下嘢感覺嘅假人咧。你係好運動嘅人，係我最好嘅運動就係嚟定唔甜湯。你嘅運動 healthy 哈 ，healthy。我講嘅做嘅
我每天都在做那个呼吸运动。唔係，因為我要表演啊，當然都會跳舞做嘛，演要動血。古所以唔講足療咩係一個運動嘅一種，真嘅。古所因為唔做就本眼見要當然都按血，聽說有不用強鬆嘅時間。古所係最好嘅運動就係足療嘅時間。係唔係唔運動啊？我先講清楚。係咪當上啊？兩種講述嘅運動，即係唔好嘅運動係嘛？唔好運動係核心運動。因為我去練就啊，去跳舞就會嚇流脈絡，哎，就有動有成就感。唔過核心運動一下看唔到效果，一聽說哎動就有。自己會彼此都一個熱點當中的。做唔定啊，當一路成就感當中的。古時候係吃咗嘅動物了，都冇聽到按你唱的。啊，我懂好誒。古時候係都市長安排。你怎麼魅力無法擋？對啊，你們是黑的呀？就覺得說哈，這個投資報酬率挺滿。我想左岸都有核心，但我的腹肌在哪裡？青島在哪裡？不要隱藏你自己。完全是股票，我解釋就股票。不過下輩倆聲音吼，愛真緊，因啲係去運動，也係去翕相嘅倆聲音吼。來講下做乜嘅東西最好？我最好嘅運動類就係爬山，噔。請問這是王美嗎？你去上嘅吧？咩？你係時差雙氣翕可以係有時候。你係差代啦，睇落冇一定，去上下好咧。我一片所有嘅素材全部就係硬，而且甲揭上去，才冇辦法上去。但當下爬山係因為講，做得有動到嘅風景，做得看，韓國嘅印象因為有動到嘅哦。心路歷程，還有做得跳戲跳到哇，懂新鮮的空氣。跳戲跳都跳唔夠氣。哎，真嘅，跟有時去合歡山什麼的，真的就是比較難呼吸。我還做過，爬山係做得留膝架來避水，啊，做乜嘅愛翕相咧？因為大部分嘅時間啊，就面粗粗就這樣，到底爬到了沒？來，認真嚟翕相咯，來3、2、1。哇，不敢。照完之後，好了，認真很好了，好了。那三年真嘅上喺撈去大戲嘛，當上撈去大戲哦。唔過咧，聽講認真唔單將動好了運動以外，佢動腦去健身房有幾個原因，都係喺乜嘅原因咧？韓國新教師來運動，要注意哪條空咧？等下再來繼續同大家向下來分享了。體質力吼，真緊要下降哦。該你去測出來，雖然不應雜的呢吼。來，我直接講，該你去真緊要都有講，差不多28左右。哇！係啊，你知道聽過也係聽得。我知道我會30來摸兩副好嗎？來，黑色來歡迎大家都在後場台上嘅節目現場加廣告嘅時節，大家要去做運動嘛吼，你下再問大家再講，加阿認真有講到嘛，最好做運動就哦，獎勵你去上山，翕張獎勵你嘅相片，都發到獎勵你嘅 IG 檔號，本大家來添讚過，佢都係獎勵你嘅下山。冇錯，冇錯。跟你來講下，心情你懂講啊？最鬧係乜嘅？去健身房，去要4000，聽人來說講健身房比重嘅唔友善，那之後政府應該要立法案矯正一下，因為大部分嘅健身房有信過韓劇，冇錯，大部分嘅健身房自己器材廠卡幾年前嘅，大部分就係對外國過來嘅，古時候佢殺雞嘅時節就會用外國人嘅成果來去殺雞，那頭擺係做體育學嘅，古時候去健身房係人哋做學生嘅聽錯一些嘅事情，有一班人哋嘅欣賞就吐得人哋去哦，韓國同人哋講好好練哦，會考試哦，嗬，因為嘅器材咧，佢就一啲蛋糕按嘅，啊細拉就按嚟啊跳上去，然後抓到之後開始拉，練背的，冇錯，啊矮153公分，那行起拿唔到，就躺到一下，啪！喊冇，啊佢欣賞，就照過來就講，我話來同人聽書後咧，就佢同人攬上去吼，哦，我終身命到就講，好開始哦吼，然後就開始1下、2下、3下，啊做到一半開始欣賞有事情就離開了，就繼續走5下、6下，然後剩下最後3下，3、2、1，哦，走起來，給佢一下，然後又拿下了，因為有一時嘅體力靠差唔多有1層樓高，啊一些些嘅天按高呢，那有啲人想講，我按你跳下去就會夾團體，我係冇跳下去就會輸團體，那都在2選1，係冇錯啊，
讲一个好像报不哪个数嘞，公众还大半去健身房的时候，他还就说讲，哎，这个小矮人来干嘛？我就做懂唔好去健身房。好啦，汉拜好你这个去健的健身房就专门153健身房，153健身房。古时买都做那个核心运动啊，深蹲啊，那个就没关系啦，那今天应该直接只能拿壶铃而已。壶铃做的。不过正經啦，一開始新腳師上來做運動，正經東南開始吼。不過廟路方面有建議大家講，新腳師假使要健身，也講要做運動用品來開始來體質，一定要儀式感，這個專門的運動服。做了運動，你做上去，你要知道愛動起，愛聽到來去做運動的感覺，所以做在本身有一種那種鼓勵的感覺。很多人一聽會做鬼頭，一定要一定要。田信峰地北都看到就應該走到安以後，這一直知道他菜鳥。聽說會接傷，冇錯。天才搶教練，也係講講營養師，讓你規劃設計專屬嘅設計嘅那種健身菜單，還有那飲食菜單嘛。因為我們打生意嘅冇強榮，就唔得強榮嘅菜單嘛。第三就固定時間，那東南啊，唔過希望大家，你打生個可能個到半夜按布條8點，我兩個時間我停下去運動，就唔得嗬，有其他事情食飯做得聽講你咁講好冇好？再來這個。翻窗狗了，平體氣，你總得一開始慢慢學行，先學走。你覺得哎，那你就完蛋了，一定是那個肌肉傷害嘛。所以為什麼講有獎勵嘅截圖，你講有的有事情啊，我做到，今天我要那個長梯踢，有100下，做踢，就可以吃炸雞，難就講到了哈。所以呢，獎勵嘛合理哦。你怎麼講？我只是消耗了100卡，我馬上吃500卡回來。咁個咧談。講吼，安尼彩窗吼，有人報名後上台上講嘅天性獎勵比賽，到底係馬上嘅強下來團一團樣片咯。大家好，我係鍾伯謙，我呢下係後上台上個演出嘅代表。我呢下做得滿足我嘅，我係做天才，所以基本嚟到就係內府運動中心。唉，講到運動哦，我平常時係東南市嘅，我今年要通過會嗎？哈哈，有錢就好辦事，要買問題，結結內行，愛賺錢，愛賺錢，愛運動，愛變天才。大家好，我後生，基本嘅哦，我哋接觸單位講。聽啱有啲圓同變身嗰啲後生大聲講嘅 muscle man 啊，咁個記得還有講還有隻朋友嘅讓我強下，時間到了，啱啱可能你真心冇埋時間慣人，好先，喲，喲，真勁咧，仲白聽咧，哎呦，真心係你誒，哎都冇看到你有兩哦，你梗係挨問題，你用為攞兩片啊？平常時運動係啱係平常時間會做嘅事情，所以啱攞兩係當正常嘅啊。咁個你係練觀眾朋友，也係攞練痛，係攞練身體，攞練你係練錢。見邊攞到兩片哦，我看我比賽啊，比埋咯，比馬上讀書下台。我啱看你啱輸。等一下吼，我到大家講，今年就準備 InBody， 等一下真緊來測量一下。所以兩片沒有兩片哦。啊，當然啦，面對現實，走的，你走的嗎？當然哦，來天才 ，Let's go。等一下，首先我先來測量就係 InBody。哦，第哪片？就多兩片啦，我是去多兩片做乜嘅咧？喲，沒有所謂外景咯。cái地背圖漢做啲前面一般嘅體重，係咁但係用個肌肉量咯，體脂率咯，全部都測到清清楚楚。所以體重、肌肉量嘅體脂率全部有。係咁但係用，它兩下當便利哦，你到個手機嘅地背圖下載下 APP，等下嘅報告直接讓你顯示出來。等下你前後手機你會收到咧，冇錯。啱先所以佢面對顯示咧，冇錯。所以你咁全咯，冇錯啊，當然敢去啊，不如主持安久咧，4年咧哦，都是哦，沒有啦，新歌又幾大啦，係啦，等下，所以我冇講，其中公開一下，其中一啦，好，有這樣逼人哦。觀眾朋友，你哋下我哋公布宣戰，一兩三。
有記嘅嗎？有，當然啦，你有記嗎？當然有啊！好啦，因為我看我選擇咯，我個肌肉量哦，較大。頭先教練有講啊，佢講哦，假設肌肉哦做啲增加，我食嘅東西哦是唔會下太口，是唔會推嘅。因為身體代謝熱量會下降，所以對我來講，我訓練哦嘅菜單就係差唔多一整年嘅時間咯。一禮拜做啲3到4擺，3到4日啊，做嘅東西動作哦，比如講家下要看到嘅肉啊、肉、肉鏈啊、肉下來，哦，還有就那個錯點加酸嘅雞，頭先教練有講到，我肌肉係辣嘅，咁個減肥所以減肥啦，其實講食材你看得出來。所以呢，挑選街都要做，還有做嘅其實有個 CP 值比較高的，腳腿啊，因為肌肉量啊多嘛。肌肉好了，還有我們要做一些有氧，所以我去走路，冇成慢走慢行。我們這個月約定一下，做呢，越專業嘅時間，變天才，你變天才，你變乜嘅？我變 muscle man。哎呦，你咁講咁簡單咧？唔係我 muscle man，唔可以聽話嗰種去比賽嗰種啦，係炸定一面是做啲看笑下。你兩張煙在講好會麼？我聽，我一直聽。应征重到，对啊，这个练脚背肌的。總算過了一整日咧，一整日過去咧。到了一整日嘅時節咯啊，我訓練咯，咁辛苦應該哦。其實咁講啦，要運動嘅心靈都要下好啦，好咧，喺度鍛鍊嘅。肌肉量漸漸要增加啦。看起來係要啦，漸漸要下好看。變天才，安妮咧，要話應該看先高啲啊。要眉頭要出來哦。唔係眉頭，我漸漸要變下好咧。要攬氣。咁我看哦，冇準啊。係啊，我過車兩禮拜 in body，正經要去看一下。到底我哋啲熱專業訓練嘅新高形容版咧，強看。唔做埋嘅，好啦，家下睇下啲款體樣片吼，都帶來兩三個目標來自家講。白欠到後先，你對自家一開始設定嘅目標要達到麼？好先先嚟講，你先講好麼？你先來，你反應會最多。體質練吼，漸漸要下降哦。該六是測出來，雖然不應值得咩吼。來，我直接講，該六是漸漸要都有講，差唔多28左右。係啊，你知道聽過也係聽得。那知道我會想是我冇難度好麼？我係食來哦，所以你一下漸漸要下大掉，差唔多22到23左右咧。冇可能。漸漸來，要不要拖？等下，下卡天時台係一個動控起來節目先。我們也不強迫所有的觀眾朋友摸出軌黑聽，我們這樣摸出軌這樣面吼，好先自己。是搞人牙坤啊！等下，你幾個有摸骨係嗎？Q 的哎，你動作係進駐哦。好啦，講笑。開到麥克風。好先，你也要面對下眼界。不是，體檢你。不用啦，又不出來，你該又進步嗎？又進步，口氣又進步，因為我開始兩個時間差不多，因為我下個嘛，所以等下你偷放槍哦，唔係我偷放講，因為我下個，所以我係體脂率下個咪很重挫，佢開始教練要已經講，咁講我係體脂率唔係講係辛苦，但係內臟的脂肪率比較高，內臟，有內涵，係啦，當然有內涵，所以到底係幾多？我開始兩係30，係兩下27。又進步了，走對了，又講啦，這球下去主進為進咧。點講？我開始健身房嘅時間，我係想，因為教練有講過嘛，我係肌肉量係要來，其實我係減肥啦，主要係減肥，所以
应做下都会係嗰種，就像頭先講嘅腳推啊那一些有氧啊，了對啦。所以哦，咁個訓咪都重要。係冇唔錯，其實安尼哦，睇就是上月貴嘅時陣要強調強衣放陰陽師，要教導大家講，其實運動講嘅三股天天，唔過最主要係學講嘅七股多帶運動過後，樣板去學講到學嘅空間，學到會少咧，等下講咧繼續老太太向下來分享了。長梯艇比賽，準備，30秒開始。準備10秒鐘。來，周身，5、4、3、2、1，結束。是不天命，冇辦法。好累了，好累，好累。歡迎大家轉到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老大家報告一個最新嘅消息：後生台上講田徑比賽第一屆正式開始。體育會李進俊。美來掌聲歡迎今日嚟所有嘅選手後生。行到嚟，哎，唔確定一個外套誒做呢？我冇啦，第二外套睇到。其他白嘅啊！我波做啲台下來，我波做啲台下來，我波夾，不要我們浪費時間，莫打手機嘅。第三隻會議。我波嚟做呢？不用多。哦，安尼第一季係長梯艇哈，長梯艇嘅比賽哈，30秒鐘停停。不過強大家還是要量力而為，莫場上為主哈。哎，我們的計分員都在巡航哦，要謹守計分規則。冇問題。調子搶秋 V， 賭誰贏？啊？賭誰贏？我賭阿中中馬看加油。我贏。中馬看。投下加油！啦，好，大家準備好勢嗎？加油！長梯艇比賽，準備，30秒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
你10秒钟。10秒钟。最美10秒钟。来，周深，5、4、3、2、1，结束。是不是天涯冇辦法？好嘞，記啦。比賽要加分添呢。來摸一下，好神第二片呢，幾款嘢，幾多下？3、2、1，哇！哦，中獎。8強第二片幾款嘢，幾多下？唔講哦，恭喜彩妹哦，恭喜彩妹哦，恭喜彩妹哦，我們一起得金鐘哦，我們一起得金鐘哦。來，我會講啥料誒？曾經幾多下？等，你家後邊還沒就加分題就重過，所以加2下。等一下再說，我們等一下再來決定。來看阿妹兒嘅分數係幾多下？是不是？我們今天還是有頒獎典禮哈，這是我們這我不好意思。趙月。阿妹，來，阿妹，我要為你頒發。我們都辛苦了啦。太感辛苦了，不要讓自己受傷。對，自己還沒有節目，可以的。總上分要誰模音？好，大家傳到不要擋紅哈。你做到假嘅面邊拍嘅呢，面拍。真的。我講到正經啊，除咗圓筒以外哈，除咗自家做翻圓筒以外，還有食嘅東西嘛，凍蟲藥。博清你快點，等下我要問到你。你平常先手推那個圓筒，你有食的買嘅東西。我在偷那個換氣時間。其實你完全冇你行高嘅，其實你後尾佢全部都冇下去。哎，等下我們不是好朋友嗎？好朋友還是要認真來。好啦，我講實在啦，因為我唔係靠圓筒來減肥啦，但係靠飲食減肥。哦，好啦，我冇幸福力。等一下，有什麼不爽啊？現在講出來，乜嘢？都成金牌啦，還有邊咧？好啦，
去该东西走要排到分享呀，因为尹真也是饮食小公主，你懂不选地吗？动不起，动不过。哪个意思？动不是港普的东西啊，减糖饮食啦，跟糖我讲清楚哦，咩米食谱嗰種湯，係肉食譜嗰種湯。咁其實該簡單意思來講哦，就等下真係傳上去，就係碳水化合物啦。咁我嚟緊緊我港普嘅書姐，就上次我參加人家動態發通哦。不是緊張。是你這時候才體諒我。好啦，即係譬如講要買動態嘅法同而參加嘅之前，我先我將嘢嘅減配嘅法，即係講譬如講而將嘢最大嘅限制就係攝取公克嘅碳水化合物。哦。那假使要做重訓哦，就譬如說剛剛這種伏地挺身，我就會增加自己嘅糖類攝取，比如減跑會體負負啊，像兩下強用。兩時候能見到是見到書冇原圖啊。係，佢邊度會受到空氣嘅，係會自家做誒，洗手做跟湯。係慰安姑食性。好啦，所以其實用愛用嘅方式來減配啦。哎，不過最重要就講做運動一些太在會是那個亂拍節嘅，所以啊，對，你要重點就會亂拍節啦，因為我上健康就聽我蛋白質啊，所以我特別好嘅重訓以後嘅30分鐘低倍度吼，一天20道蛋白質。哎，冇錯，其實咧營養師嘛，有提倡大家個加深嘅些東西，即係那個碳水化合物唔係總得是，不過是個時間嘛，當場尤其係做體運動、長運動過後吼，其實咧身體對那個碳水化合物係動敏感，所以兩樣時吼，所以聊嘅寫一下，韓國假設像這種比較重量訓練嘅時節，是對個碳水化合物對那個身體嘛係動好嘅事情，不過大家有受傷嗎？有呢，我心受傷了，心受傷。我講到正經啦，大家聽錯會有運動傷害嘅經驗。阿家呢，可能按會運動，教人跳舞呢，好，冇少年會有運動傷害。係因為呢，我同學打籃球。古時候咧，條班咧一下課，我就會去打籃球，我係去參加籃球比賽。有一班咧，我就嘅隊伍就贏咧，當跳當歡喜。結果去到結束過後咧，我想我試下水，結果扔到水跌倒，叫攀倒，你有整夜都做唔得跳舞。你算運動手運動跳手。運動傷害。運動傷害。古時候兩整夜都做唔得跳舞，咪做唔得運動。對運動兩大好輸手，其實運動傷害。像咧假使去保險保運動傷害險，應該唔會高。哦，有可能。係意外險。走。係意外險冇強用嘅阿自然，即係咩有運動傷害經驗？有，因為我以前就讀嘅戲劇學院嘛，嘅戲劇學院叫啲人來見，我要來開來，嗰陣時就係記到係啱本年啱用來開來嘅，係古時候你啱用啱本幾嘅見啊，啱用來開來嘅翻嘅。聽到北邊。你上唔到，你上唔到係真嘅嘅，再來種係呢，而來開來過後呢，然後咧貼人嘅腿嘅腳，啱用張做老嘅肩胛鬆，係唔過後來嗰陣時，因為你張來開就動痛，嗰陣時我就唔敢停痛，後來我就冇本我嘅腳啊要胛鬆，結果我後背一條筋就壞脫咧，嗰陣時就發炎。就做成規隻腳變成動態隻，像個豬腳咁樣。係後來就係慢慢去個復健科嘅片，就慢慢變好。再個因為嗰陣時，你就練親到會打輕腳啊、側空啊，佢打敗側空一開始練嘅時候，就動態練，哎呦甩過去嘛。後來嘅腳就會承受我規身嘅重量，結果就我壓片嘅腳木柱啊，就下背就有一隻骨頭，細骨頭就哎呦本來。一根按用，然後給壓，所以它就長出來一個小骨頭，壓出來，對骨刺。後來衝壓下有些骨頭，不過壓下就唔會痛，因為嗰陣時我就經去看個復健科，沒冇好哦。後來我去本身上注射類固醇才好。係，韓國我腳真嘅都唔好，因為之前我啲好高啲會都打籃球，然後強用，係打籃球結果我就當愛嘛，跟我上去去攔截個卡高音，哎用跳下來嘅時間。你想看人家火鍋？這個癩蛤蟆是不是？天鵝肉，以前會做櫻木。冇唔錯，我這樣跳下來，結果我落地嘅時，我就硬到夾嘅腳誒。哦，拐到。而冇事情，係我是這樣嘅腳。偏去，係是這樣翻船，
那个用完呢，我就卡滚的一整夜啦。哇！白腔要运动伤害过吗？因為而家係講到傷害嘛，我咪以為我係以為運動造成嘅傷害，係因冇為運動嘅傷。唔係我一出世是為要嘅運動傷害，就係我係扁平足，我不能要看阿馬太，完全係偏嘅，前見呢？做開啊，冇做慢啊，嚇，乜嘅？那個冇做慢啊，因為我做，你看這個也要管是不是？哎，你很接地氣耶。所以個重點係，因為我扁平足。主持人，所以我衝成骨小區間，係就走向腳，那個大隊接力啊，我仍然係第一棒，也不是最後一棒，我就係動往也係加住團，我就唔驚啊，韓國跳咪唔過啊，所以哦，我後來發現哦，有隻好處哦，不是走路名，錯，就係唔是走病，因為我給我那個腳底哦，人家180偏偏啊，我是178，哎呦，出領土就差不多係偏嘞。哦。所以你要量一些什麼？看這個東西有外體嘛，用眼腳去量的。嗱，要講人家明明要買水平儀，人家叫係乜嘅意思？咁我講自己運動嘅時間，就像啱啱要講到一天我先暖身，再來我收操，大家等下廣告時間可以慢慢去收操。運動嘅之前可以做那種動態伸展，咁個收操就追求兩種靜態型的伸展，就像那種延伸的伸展，然後自家嘅那種肌肉好，然後係本身好唔係朝上按樣好，咁個就動作應該係運動嘅時間，我賣動到機器，賣動到器材地方卡，你感覺用到，等下再來繼續老太太向下來分享了。你看你台北啊，你看是你會跳繩嘅發啦，就會啪啪啪啪啪，會吵到大下嘅你，佢按你就看唔會吵到你啦。韓國駕駛緊繃嘅咧，要翻起來也冇卡嘅就。我有問題，你跳你就是在單槍跳就好了。誒冇啊，假一佢有個感覺啊，就按你啊。味道嘅感覺係賣你阿扎哦。啊，既唔衝過去就衝過去，做乜叫我嘔到氣㗎？歡迎大家到嚟後生態上個節目現場，因為上一台啊期盼咧後生態上公體嘅咩可能係最尾嘅健身態上，咁呢可能基本上佢都有人要推通告啦，原來冇得過來啦，因為係啊推出，要按定人講嘅節目，唔夠正經啊講到啦運動嘛健身，要當然尤其係疫情過後，當好啲居家健身，嘅都不卡來運動，當然會買當到器材，尤其係看到廣告，哇！你買間棉房啊，做了器材。我鬼神 muscle， 俺們來練，結果買轉副卡就變做垃圾，有按樣情況嗎？啊，印子有哦，點頭如搗蒜，喺馬街垃圾地那邊。東東呢，像之前啊，東東垃圾啊，係啊，唔錯，冇啦，應該係講廢物利用啦。像阿姊啊，佢之前就講給我運動啊，然後佢就買了乜嘅啞鈴啦，佢就講唔是8000吧，先去用嘅茶棍的啦，裝水啦，咩有沖涼啦，嘿，就當面練，假使你真是練了2-3個禮拜，當面吼冇爛時嘅，包括你張過去買就好了呀。如果唔係，我聽錯線嘅，我動好嘅，減咩色嘅，吼，佢就買轉來了。結果我天在禮拜佢咩動先整好，當然好。啊！天天在禮拜5高政府卡嘅時間就發現到，他在把它壓住那個曬衣架。我唔知，只有講按你西方嘅東西很順好哦，還做得有利用嘅加成了。有一擺我姊妹買了一個乜嘅腳踏叉啦，吼，不用到幾片嘅，要它變成貓跳台了。嘿，嗰種買其實唔好去買啊，這種東西。就睇一個動獎幣嘅，啊，聽日又要4000。不過之前疫情期間呐，我真是地方卡太無聊咧，我還係要買一個，唔過吼，我要買嗰種比較好收納的，才不會變成什麼貓跳台啊，所以它就變成什麼曬衣架，等到你嘅跑步機最後都拿了2-3步咩？嘿，我就買了一隻，噔噔，我都無繩跳繩，然後等一下。冇手嘅跳手。真是你看，你就會按你哦。看唔係裝白劇，打過，是問點樣？我不怕，冇相信。你做下來，做下來，做。看啲台北啊，你看是你會跳繩嘅發啦，就會啪啪啪啪啪，會吵到大下嘅你，佢按你就看唔會吵到你啦。韓國駕駛緊繃嘅咧，要翻起來也冇卡嘅時候。我有問題，你跳你就是在單槍跳就好了。冇啊，假一佢有個感覺啊，就按你啊。味道嘅感覺係賣你阿扎哦。啊，既唔衝過去就衝過去，做乜叫我嘔到氣㗎？
懂渣啊！不用跟脱离啊！那你知道有干勾芡打卡也比较好看，对吧？这样。所以啦，因为在嘎拉破啦。对，因为在嘎拉破，今天回去尹真你会发现转一奇怪，那穿不八强的星星有没有莫名病哎？你会被他封编剧的，有没有编剧的啦？帮你打歌哎。给阿姊来讲哈，即個買講那條動作東西叫都轉不卡，完全冇錄用，即個冇用到。挨老印真完全冇強，挨每買按為個阿里不達嘅東西。阿里不達而家都講到動錯好嘛？因為挨啲挨一天唔會堅持係用，唔過你挨買嚟動作嘅運動嘅大衫係要付嘅係貴套嘅，差唔多要3-4套嘅運動。起碼嘅意思，但係都係翻冇中用係冇。動獎啊，韓國如果去運動就大把運動愛做冇強嘅衫褲啊，就從去韓嘅時裝做強用嘛。唔過你挨咩要買啱嘅就係呢瑜伽墊，因為今天有3-4扎。冇一扎聽聽，係因為之前呢。挨有疫情嘅時節，跟挨就老千嘅朋友就視訊運通，怎麼個運通還有視訊啊？就講下條條共同你冇認正常啊，冇認正常。係成日見冇判。那去加運通就好。好，挨就有買個瑜伽墊視訊運通，跟一下呢，因為呢疫情就較好嘅嘛，跟挨嘅朋友呢全部都轉去上班啦，跟挨呢一下就唔是運通了，跟挨瑜伽墊就啲嘅挨嘅健風嘅健腳嘅片腳趾啊。很帥哥，變成點點嘅腳踏墊，真嘅，點點懂中醫。講到好，你會好家下好，我們強下來運動後先談過，你一下嘛有東西變到我開會餃子。唔好講會餃子，按按錯個啦，你解釋我嗌要買一隻要飛力嘅滾輪。哦，大家應該回力輪啊，要飛力，有是累，譬如講滾輪出去，團條轉來哦，買要該飛力嘅，真是做到後背時間，會該飛力有用哦。不過一開始買轉的時間，咁咪병順都병什麼？因為哦，開始真心條毛汗，你咪食口，真心條毛汗啊，開始條路叫條多咧，因為還有出軌嘛，還有吐湯嘛。啊，所以後來因為你這關係，然後地府開始嘅講，安尼做唔得咯，安條爛事咧。即係轉皮膚開始，該是啊，轉皮膚開始應該是一轉皮是做30下到50下，還有該棒式啊，一分鐘安尼。不過最近有些爛事啊。最尾幾張係重點，最近有些難事。最近因為最近有些磨汗嘛。呢個最近可能會去2年咯。梗係你有冇2年就會去6-7年了。你應該那個最近唔係6-7年點點。你是9年。你是不想下期有做多3次？我剛不是28嗎？你是冇，你是以物以回哈，該會不會揀呢？購物女王你也會買錯東西哦。冇，我要買咁多東西，嘅基本款嘅啞鈴啊、瑜伽球、瑜伽墊，嘅全部都有買，還買練腳機，還有一個有米嘅機嘅機器，嘅嘛，還有倒立機。哦，就直接倒立就好了。因為我自己沒會倒立，唔過呢，佢倒立機然後自己抬起來，你就按你出這個，佢就你就來個佢就按你，就你就你就按你跳地機啊。之前有人就喊唔來，核心不夠就會喊唔來。所以唔過動輸送，而家腰骨因為我從頭坐定做些，而家腰骨就會變到動詞，我一步會行上高有0.5公分。單一來按你倒立，真嘅有好。單一拜你就比人還卡高。單一拜好，你就是新聞上的一個。景月，你這是這個上社會新聞，有人使用倒立機下不來，打電話求救119，就119接到，你在跟我開玩笑嗎？盲樣皮瓜天發，就係你啦，吼，生意啦。唔過講景月，隨時來做運動嘅時節，自家嘅生意啦。唔過你一下要動到，因為熱天嘛，要動到嘅休息啊、甜筒要推薦那種嘛。比如說健身環，還有其他動作嚟運動嘅那種東西嘛。咁個睇下要搞個咧都運動嘅機器啦，係講遊戲嘛啊，我看剛體檢名嘅。哇！平常時要搞了遊戲嗎？要搞個位，位最好搞嘅係명球嘅，佢做啲
即家大，也做得上大，也做得西上人大。我就感觉哦，打落去，那个蹦蹦蹦，嘿，所以我知道同好教挺神奇。講到咧捐款嘅遊戲，阿姊妹有教。佢講嘅位係較老嘅啦，因為佢度細嘅嘛，跟住就較後生。我一下沒有教嘛個 Switch 啊，因為 Switch 一下沒有出動到嘅棉球啊，嘛個羽毛球啊，保齡球全部都有。擊劍，sport，係擊劍，係唔講，我發現到應用嘅遊戲其實就係較神奇嘅，好教嘅，大家動聽聽落落個，唔係真係有運動到。我講到真係有運動到嘅就係健身房。唔講呢，我真係會建議一個公司，而喺健身房咧都會13年教天天，我講我應該會做啲正㗎，利用3年強下教一樣嘅健身房，一樣真係要強下運動嘅精神咯。誒，唔講我做嗰個健身房還有一陣問題，就係講大半啊，使用嘅時間嘅條件要動到嘅問題，我就按嚟壓，我下問佢是運動，我已經順人嚟，就真係弄又好。係啊，啲做嘅輔導不易順嘅啊。你們可是問啊，你就講你願意跟我一起運動嗎？對，願意。好，你願意跟我一起怎樣的？哦，願意。條件有一陣挑戰，你做得到，做得。你平常時間有運動嗎？有。好，今天高要真是快手，哦，還一點跳呢。呀，就係因為佢特別 OK 嘅時間出嚟傾嘅，為咗訓練時間應該係苦下落嘅。唔講對面兩個朋友就會按嚟單數啊，用嘅體能嘅力量。嘅把卡，你自家都不看，你搞得多嗎？大家梗係歡迎買個 Wii 啊，買個 Switch，還有其他東西，有全部買落嚟，挨50千。然後他講，挨就一擺哦，都已經最嚴重的時節咯，去到挨 B2啊，我們社區大樓的 B2係乜地方？就是垃圾集中處。那就一擺喺垃圾的時節，看到一箱哦，動態價個完全係新嘅東西，我見看，哎呦，Switch 呢？真嘅？跟包裝完全係新嘅，跟塑膠袋還冇。佢聽說係老公頭買本，不用拿去交替嘅。有可能，但是我冇政策，那就你這幾年了，我就去拾荒回來，結果打開了，真件係新的哦，那你底背都會卡帶鹹菜哦。還有，所以那就為到該50千嘅健身班哦，去買了一個1萬多塊的主機，哦，去搭配它，去按用潤筒。不過白聽家講到該當重要嘅重點，所以我呢喊人哈，勞工研究講嘛，人權體現無，人難就體現錯，所以按用起嘛，做乜嘅東西咧，持之以恆，漸期下去，就係追求咁看得到亞嘅改變啊！我記得下禮拜強嘅世界繼續來收看愛到嘅。口上太上工，有法太加工，拜拜。多潤通嘅好處啊，究竟係傲慢呢？唔但將做得本身體變到很難抗見，也做得釋放壓力，本身是挺貼到哦。心情好咧，也會幫個學習落做些方面嘅能力，實在係微鹹呢減師傅。睇這個實實聽人，係上台上工嘅好朋友，向下來聽通了，本鬼無線老心情啊，全是變到講。